歡迎收睇李少媛嘅2024麻雀總結。今年你總共打咗70場麻雀，其中5場麻雀24個鐘頭以上。24年最長嘅麻雀馬拉松係喺9月26號打咗32個鐘，由26號嘅下晝3點打到去27號嘅夜晚11點尾班車返屋企。今年你嘅麻雀總時數係882個鐘頭，平均每場麻雀12.6個鐘。呢一年你嘅麻雀總輸贏係負3610。12個月入面有8個月都係輸㗎，有4個月係贏。10月係你嘅黑仔月，你總共輸咗1022，而11月係贏得最多嘅，你總共贏咗1795。出年要繼續加油啊！你嘅最愛麻雀小伙伴係70次入面有差唔多50次都係同佢哋打㗎。2024麻雀總結就此完結，我哋出年再見啦，拜拜。